各位新年平安！今天我们要教的是活出主导文。大家应该知道主导文怎么背吧？如果你不会背的话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待会会提到一点点主导文的来源。大家有答案吗？它是来自于耶稣他的门徒，他们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教我如何祷告。”所以耶稣呢，就他把一个很基本都有的、该有的都有了的一个祷告交给他们。我们也会讲说这是一个祷告的基本的范本。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一起来念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OK， 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祷告。再来呢，会不会背的话，希望你们都能够背啊，因为这是一个还蛮有意义的一个祷告。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为什么会特别讲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？这一点是，我觉得耶稣他还蛮厉害的，就是他透过这个东西，特别来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是神他跟你之间是有关系的，不是没有关系的。而且这个我们是你跟你的弟兄姐妹，就是你跟你旁边的青年左右边，你看看他，没错，他们就是我们在天上父的我们。除了这个之外，这个我们也指耶稣和你，他和我们一起祷告。所以呢，他这一句是告诉我们说，神是我们的父亲，这样子的一个亲属的关系。他要再次提醒我们。再来呢，你看这张图片很漂亮。我们在天上父呢，其实也是更加的，就是让我们了解到，就是我们能够并且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告诉他我们的需要。因为你看这张图，就是神其实都很疼他的孩子。对，就好像如果你有一个孩子的话，你会不会想把最好的给他？所以这一点，我们在天上父其实很重要，是你和我跟神之间是有关系的，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在这边再跟大家提醒一次哦。再来呢，一个很重要的一句，下一句是，再就是他也是一个君王的身份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也是一个很君王的身份，所以呢，他后面是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神他也是一个国王，他有他的国度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要祷告，就是求神的国度能够降在这个地上，求神的旨意能够降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当然了，现在我们的属世的世界，就是现在 right now 的这个世界，并不是符合神的心意的世界，也不是神的国度。所以我们要一直祷告，透过祷告求神将他的国、将他的旨意降临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觉得这个祷告当中也有很深很深的一个意思。再来就是，让主的名被传扬，在主祷文当中也透过，你看这主祷文包了这么多东西，它除了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可以跟他，求助，可以跟他要求，我们可以透过祷告跟他诉苦，甚至我们透过祷告能够再一次把神的律法、神的应该有的真理传达到世界，也透过祷告，我们希望神能够使他的名被传扬。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。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力去饶恕别人。首先呢，我们一直在跟神说，神啊，你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。其实这一个祷告，这一整个祷告主祷文祷告，一直在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
我们要跟神之间有关系，不是没有关系的。透过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甚至越来越亲密，甚至我们非常非常爱神。透过我们爱神，我们会了解神多么爱我们，也会知道神多么的爱那些你的敌人，多么希望他能够认识神。所以当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爱，我们对神的那样子的爱，其实可以使我们去原谅那些别人，那些伤害你的别人。所以真的是求神免我们所欠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。所以这个祷告也包含就是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去面对，不管是饶恕别人还是求别人饶恕我们都一样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。再是我们神在这一段当中也不时的提醒我们，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这个日用的意思是每一天，而且所以他也提醒我们，耶稣要我们每一天都祷告，不是说7天1周，主日一次，1个月一次这样祷告，不是，他要我们一天都祷告。所以他这边祷告写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你不可能今天祷告说，主啊，你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然后你明天就不祷告了。所以神他其实耶稣他有一个很特别，是他是提醒我们，是每一天都要亲近神，都要跟神祷告，这是耶稣他需要我们做到的事情。再一个最后一个事情是，我觉得很简单，就是不求我们是一件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如果大家有看过征战士，就是阿白老师之前在 FB、Line 上面贴的那个讯息的话，这是一个去年在美国非常风靡的一个电影，叫做《征战士》。这个电影很特别，它没有宣传，可是它在好莱坞的那个电影市场，在美国市场，它居然能够上排行榜。你们可能不了解上排行榜有多么大的振奋人心，就是他能够打败当时的敌人，能够上排行榜，其实非常非常特别。所以这个电影在去年在美国造成一个轰动，很多的媒体人都一直觉得说，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人去看这部电影？所以呢，鼓励大家可以去翻翻 LINE 的讯息，阿白老师有传的影片的网址，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。不叫我们一件试探，救我们凶离凶恶。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神在耶稣透过这祷告再提醒我们，就是我们会遇到征战，我们会遇到试探，我们会遇到凶恶。而且保罗也在他的使徒行传有提到，就是我们会遇到征战，我们要时时刻刻警戒我们的心，因为神要我们穿戴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装备。你要装备可以，你要什么防弹背心啊，你要武器，其实属世的世界很多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可是神所遇到的征战、遇到的试探不只是这些，他所指的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属灵的征战。如果你不懂什么是属灵的征战，你等下下课之后，或是等下课余之后，你可以问老师，可以问尤里啊，或者是阿白老师都可以。如果你想要听真正的世界、属灵的世界的话，你可以大胆的去问他们，因为这是一个真正了解属灵征战的东西的人，是你要去面对的，不只是你眼睛所看到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耶稣也透过这个祷告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要穿戴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装备，而是神的装备。所以这个祷告也很重要，不叫我们一件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所以你不要每次祷告说啊，为什么还要加这一句？我没什么困难啊，我也不会遇到车祸啊，不会有人想要凶杀我，不对。眼睛所看见的不是真正的世界，提醒你们。再来呢，最后一段是就我们脱离凶恶嘛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属于你。其实这个祷告，我觉得他放在耶稣把这一段放在最后一段，其实有他的意思，就是不断的颂赞神的名，不断的传扬神的名，高举神的名。就是叫我们去传福音啦，其实就是很简单，就是每天你就是要赞美，每天不断的颂赞，每天求神的国降临之外，你还要有所行动，你要去传福音。当我们活着的时候，就是要专注在神的身上，传扬他的名，荣耀他的名。其实这是一个
这个祷告，这个基本的祷告当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属于神，这是一个很重要一点。所以这个祷告其实真的很有意思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活出主的召文的祷告，不是一个很无聊的，我想要背着我们在天上父愿的国降临，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。其实他每一段耶稣都有一个意思。所以我要告诉你们，在你们在祷告这当中，比如说我们在天上父，你的我们除了指你跟耶稣之外，你旁边的人，你把你的身边的这些弟兄姊妹真的当作家人一样吗？再是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你真的希望神的国降临吗？你由衷的希望吗？你由衷希望神的旨意真能够执行在地上吗？其实很多的地方都在告诉我们，也在警惕我们，这个世界还是需要这样子的祷告。在以前那个年代需要，在未来这个时代还是需要。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，请你们继续祷告。如果你真的不会祷告，主祷文就是一个很棒的模范。祝福你们，然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好，亲爱的父神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，祝福现在接下来的现实时间，你保守我们。我们青年每一个人的生活，每一个人信仰生活，主要叫我们的生命充满你的灵，主要叫我们的圣灵来指导我们，叫你的圣灵来亲自帮助我们，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主要让我们能够第一时间，主要向你来祷告，向你来求，主要与我们同在，主要谢谢你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拜拜，可以关掉喽。